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南投的鹿谷，这个溪头迎车派对热烈来开幕。29月份每一个礼拜六的暗时，拢有举办活动。活动的内容有派对、有星空地色、甲星空导览。而且每一礼拜的活动，拢会邀请到艺人到溪头的汉光草坪，带来着精彩的表演。另外嘛，规划着一连串的活动，要邀请大家来山顶欣赏。南投星空季系列活动伫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举办，邀请乐团表演，伫音乐中带大家欣赏溪头美丽星空。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地区去吃我们在地的美食，那喝我们采购我们在地鹿谷的这些茶叶。从7月份开始到11月底，有一连串的活动，那包含我们的所有关心活动，还有住宿的优惠行程，跟一些特色美食伴手礼为9月份起，每礼拜六暗时拢会举办活动，内容有星空地色导览等等。逐礼拜拢邀请无同风格艺人来表演。除了是关心之外，我们也保护夜行性的生物哈，所以只要天气许可，那民众来这边观赏这个关心呢，也是一个蛮好的场地。那夏天大家知道狮子座、英仙座流星雨，其实这里都是看得到的哈，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溪头走一走。另外，有专业的老师会带你游览溪头，伫疫情期间除了学防疫，嘛要放松心情，找回安定的力量。